大家好，今次去觀塘兩間平價嘅連鎖餐廳，因為好耐已經冇去過，睇睇佢哋食物而家係點樣。就係呢兩間平價餐廳。首先嚟到觀塘嘅地標 APM， 今次去旁邊嘅 OPC 大廈，上去2樓，幫襯呢間平價西餐廳。地方夠大，有好多座位。睇睇餐牌，價錢好平，20-30蚊都有得食。呢度係用2維碼自己手機落單，點咗一啲食物試試。呢碟係香辣蜆肉意粉，35蚊，份量算係足夠，有好多隻蜆。蜆肉嫩滑有鮮味，意粉係爽滑，調味係少少香辣。呢個係原味雞翼，20蚊，有4隻雞中翼，外皮炸得香脆，肉質算滑，夠鹹香味。要飲品啊，加13蚊，有汽水機，有咖啡機，任你飲。汽水機嘅凍檸茶味道一般，唔加飲品係有水飲嘅，唔使俾錢。跟住點咗一個套餐，可以自己配搭。呢個套餐師53蚊。呢碟係田園沙律。生菜粟米沙律加咗啲胡麻醬，味道幾好。呢個係粟米忌廉湯，好濃嘅粟米蓉，再帶啲甜味。呢個麵包叫佛卡夏，普通大細嘅一個麵包。外層少少香脆，中間係好鬆軟，少少鹹香味。呢碟係雞肉多利亞，係雞肉白汁焗飯，份量就輕盈一啲。雞肉好腍，有黑椒汁味道，白汁嘅味道夠香，米飯黏軟。呢個係周打海鮮湯，14蚊，少少鹹味嘅忌廉湯，夠香滑。湯裏面都有好多餸料，有蝦、蜆、魚肉、洋葱、紅蘿蔔。有西餐湯就一定要有麵包去送啦。呢個蒜香法包12蚊，夠大個，香草蒜蓉醬好香，外皮烘得香脆。裏面嘅麵包鬆軟，好食。呢碟係意式牛汕肚意粉，35蚊，夠大碟，份量足夠。牛汕肚好似豬肚咁，好軟腍，有芝士同埋香草調味。意粉爽滑，醬汁啊少少番茄味，味道啊一般。加5蚊有田園沙律，算係抵食。總結呢間連鎖餐廳，價錢夠平，食物嘅質素同埋味道係合格嘅，對得住個價錢。食得太多兩餸飯，嚟呢度轉下口味食西餐，算係一個好選擇。最緊要係唔收加1。跟住嚟到觀塘康寧道，喺路口上去呢座大廈，上去2樓，幫襯呢間平價壽司餐廳。地方夠大，有好多座位。最唔好嘅就係限時40分鐘，仲要收加1。
可以手機自己落單，或者係輸送帶自己攞食物。價錢分8蚊、12蚊、16蚊一碟，有好多款壽司同埋食物可以揀。呢度有茶飲，自己沖茶。呢碟炸蝦壽司8蚊，炸蝦好硬，麻麻地，飯就黏軟嘅。呢碟油羊壽司8蚊，炸豆腐皮軟滑，有麻油同埋鹹香味。呢個蟹柳壽司8蚊，加咗啲沙律醬，味道普通。我自己唔食生嘅食物，呢個螺片壽司8蚊，肉質夠爽，夠鹹香味。呢碟係鰻魚壽司8蚊，魚肉都滑，照燒醬汁夠香。呢碟熟蝦壽司8蚊，蝦肉都爽，少少鹹味。我通常都唔點豉油。呢個真係唔知係咪青魚壽司啊，8蚊。魚肉係一般，味道係普通。呢碟係帆立貝壽司12蚊，肉質爽滑，醬油味夠香。呢碗蟹黃撈麵26蚊，比較細碗，蟹黃輕輕蟹香味，撈埋啲麵一齊食，麵都爽滑，味道可以接受。呢碗係油釀花甲稻庭烏冬20蚊，又係比較細碗，蜆肉爽滑，蒜有鮮味，有好多粟米粒，炸豆腐皮夠滑夠香味，烏冬又滑有彈性，湯底係輕輕鹹香味。呢碗好食過蟹黃撈麵。最後食個甜品，呢個芒果布甸8蚊，布甸爽滑有彈性，少少芒果香甜味，中間有蒟蒻。埋單係要店員數碟計數。總結呢間餐廳價錢係夠平，但係壽司嘅味道只係一般，麵食嘅味道好一啲。如果呢兩間餐廳要揀，都係食西餐好一啲。鍾意呢個頻道影片就請按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今次又食住咁多先，多謝我哋嘅會員，多謝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